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我下面詹伟明继续来关心咱的这个工资吼，已经提悬吼。咱讲到关系到100多万，领基本工资的这个劳工朋友啦吼，有算月啊，嘛有算点钟，即阵拢总是起5.21%吼。领月啊吼，咱讲今年吼是领24000块啦吼，啊明年会当起偌济？1250块啦吼，咱讲到这个吼，起的这个吼爬升吼比例是5.21%吼，另外若是算点钟的，哇，你1点钟会当加8块，啊，咱讲吼，一日若做8点钟吼，一工啦吼，真正是64块，有人讲吼，这一块鸡排可能买得到吼，但是咱讲到收入的这个增加，咱的这个劳健保的这个负担吼，可能嘛要加淡薄吼，咱来看到讲健保这个部分吼，员工吼可能你家己搁要加纳20块啦吼，雇主者吼头家62块。政府家己出10块啦，另外吼，咱讲劳健保的这个部分吼，嘛是拢总会来抓起的这个部分吼。咱讲到有人嘛讲哦，这个劳健保吼，也是讲这个咱的这个基本工资起了后，恐惊这个物价吼，拢会做回来起啦吼。啊，但是有的人讲啊，买，咱讲吼有这个劳动部都统计讲，因实践研究过啦吼，因讲。基本工资甲这个物价吼无直接的这个冲击吼，但是咱嘛讲到面对着调整着这个基本工资，头家的负担变济，个疫情影响，今年吼，资方就讲卖掉这个基本工资啦，因为真正歹多歹过啦吼。但是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安怎讲呢？伊讲哦，应该爱互全民来享受咱的这个经济成果啦吼。但是有人阁有真济话啦吼，有人讲哇，这经济成果 GDP 吼GDP 啦吼，家己是灌水吼。虽然劳动部甲咱讲5.88%吼，但是真正这有人讲这是灌出来吼。但是到底有啊无啦吼？咱来好好过来讨论。另外咱讲吼，连6起吼，这是蔡政府以来吼连6起的这个部分，劳工团体即阵嘛呼吁讲，虽然你连6起，但是咱过去一直咧呼吁啥上加工资的这个法爱紧来伫这个法吼，真正大家等足久啊吼。另外咱嘛爱讲到一个较趣味的这个吼统计啦吼，咱讲过去全台湾的就业环境内底可能是台北市薪水上悬，但是咧即阵升德县市吼竟然是超过着台北市啦，到底是虾米款的这个因素？透过今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文化大学劳工系教授李建宏教授，你好。啊，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哦，第二位咱们邀请人力银行发言人陈文柔，伊娃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峰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是啦，咱讲到基本工资起啦吼，这个柯明春咱劳动部部长哇，这届因为这个起足济5.21%，所以即阵现白啊啦吼，咱讲明年开始。这个月级吼，上加工资咱甲25250块啦吼，咱讲吼，这个若是领点钟的是168块啦吼。啊，为虾米咱看到劳动部遮尔吼重大来去宣誓啊？但是也是阁有一寡人吼无满意啦吼。咱讲到本地劳方团体者要求要10趴，也是有一段距离哈。咱先做来看。111年1月1日起，我们基本工资月薪调整至25250元。基本工资审议只用4点钟左右，就顺利宣告明年一个月薪水会为即卖24000起到25250块，起5.12%，从总统出门上任以来调的幅度上悬的一摆，时薪为即卖106调整到168块，起5%。根据我们今年的这个预估的经济成长率5.88%，那么我们一直讲这个经济果实应该是劳资共享，所以大概除以2，然后再加上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那么得出来大概是5.2的这个调幅。对比今年基本工资一个月只比去年增加200块，时薪只增加2块。这摆调整对劳工来讲是较有感觉，啊毋过离劳方提出的10%的目标依然有一段距离。虽然我们对于调幅达到有一些遗憾，但是我想只能说免予接受。资方派出的审议委员，主张疫情之下拢无应该起。会期结束了后，批评政府提出的 GDP 数据拢是灌水。用6400亿的政府支出灌去 GDP， 是不是？所以这个统计数字都虚胖的。而我们产业对反对这种调法嘛。
劳动部回应，劳工已经有咧体谅，明年只是将经济成长的成果反映伫调的幅度顶悬。受惠本国籍劳工加总将近200万人，移工47.54万人，基本工资只是法定下限。劳动部也呼吁，有趁钱的企业付员工的薪水应该比基本工资较好。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咱看到讲劳资双方伫吼，一只吼，也有一寡即个意见的即个冲突啦吼。咱看到讲劳方的代表本地吼要求10%啦吼，啊，咱讲虽然到5%啦吼，应该是咱讲联络起也是讲15年来新高，但是咱讲着资方今年有要求讲，因为疫情的影响，也是讲吼，也有即个真正生理歹度歹做啦吼，所以暂时卖去。但是咱讲安尼是毋是有一个平衡5%安尼准拄好？教授，是我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第一就讲。是毋是应该伫今年这个时阵来决定明年爱去啊？吼，我是感觉讲，我的看法就讲，那总讲因为咱今年的因为疫情的关系，确实对一寡服务业有一寡冲击。是。但是这状况伫6月份上介严重。OK。好，依照这主计总处伊的调查，6月份咱差不多所有的大多数的服务业，伊拢这。就业人数，劳工就业人数拢减少。啊，伊的平均的这个工资嘛拢减少。是。大多数服务业，啊，但是呢，真特别就讲9月13号，主计总处伊公布这个上新的调查，伊是去调查7月底。7月底的时阵大多数的服务业，伊的这个就业人数含这个平均的工资。拢已经是正成长。OK。敢若一个服务业，抑阁是淡薄仔无好。但是迄个无好的状况嘛，比6月份好啊。什么行业？就是旅行业。OK。好，但是伊迄无好嘛已经比6月份算较好啊啦吼。嘿，啊，这状况代表啥？我的解读就讲，因为咱到这个7月底，的时阵，咱台湾整体的劳动市场，已经不但比今年6月份疫情冲击服务业上严重的时候已经好转啦，而且7月底迄个调查的状况嘛已经含去年7月底8月份的这数字真接近啦。这意思是讲，我感觉咱差不多到7月底以后8月份愈来愈好啊，咱的劳动市场已经愈来愈好。愈来愈好，我感觉以我的了解就讲，劳动市场若是已经接近这稳定正常的状况，这时阵国内外研究拢甲我讲就讲，你劳动市场已经接近正常稳定的状况，你去调整这基本工资，伊产生的副作用是真少的。OK， 好，这第一点。第二点就讲，真济头家团长讲啊，这时阵无应该调。因为疫情的冲击，但我甲大家报告这 OECD 就讲这经济合作上好嘅一个先进国家的国际组织，因伫去年有差不多4.5个会员国，因有35个会员国，4.5嘛拢调悬这个工资啊，其中真趣味就讲，因有去年有4个研究，国外的学者去做无共款的。学者去调查，发现讲，这严重的疫情冲击，因的政府有德国、有加拿大、有爱尔兰，去调悬这个工资，因或者最低工资以后，其实对劳工的失业率无影响，无啥影响。啊，甚至对这个物价的影响嘛真小。是，这代表啥？就讲其实讲什么调悬这基本工资劳工的失业率上升这已经是20几年前的旧的理论啊。是。佮过去10几年以来新的调查研究，国内外拢大多数啊，我唔敢讲100%，大多数的研究拢甲咱讲，其实调基本工资对失业率无啥大影响。OK。对物价影响有，但是嘛真小。真小真小。这第二点，第三点我讲啊，调5.2%，这到底有合理无？我的看法是安尼，就讲我唔知观众朋友有注意一个真重要的数字，就讲咱一般讲物价有2个指标，叫做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另外一个这趸售物价指数。趸售物价指数 PPI 是啥？就讲你迄个厂商伊爱进货，是伊爱买真济原料，遐个或者趸售物价指数大宗的。
我就会报告哦，咱吨售物价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拢超过10%。就是咱原物料需求真大啦吼，一直起吼。好啊，其实咱台湾政府有控制水啊、电啊、gas，所以比其他的国家的这起的幅度还佫较细哦。OK。咱过去2个月拢是11%的吨售物价指数，啊，吨售物价指数伊经过一段时间也反映伫消费者物价指数，是代表讲咱这消费者物价指数伫咧顶个月、顶个月，迄吼2.63是顶个月消费者物价，这伫未来的半年，可能会持续的上升。OK。所以我感觉讲5.2%上爱关心的是消费者物价指数是毋是会愈起愈悬。OK。好，啊，当然，佫一个讲啊 ，GDP 5.88，除一半就讲劳工和头家各有贡献一半，是，所以我讲5.28%5.2%的这个幅度我感觉讲是，我个人来讲也是可以接受了，会当接受啦，会当接受我甚至感觉讲，那物价伫未来半年愈起愈悬是，搞不好这个5.2%还不一定够。OK。因为咱基本工资唔是要照顾一般的劳工，是。全世界拢共款，基本工资要照顾的是低薪劳工，是上这个 entry level 咱讲真正要低薪劳工加薪的这个部分是。有影咱讲到这个加薪的部分咱会当起价5.21%，咱等下再看讲过去这个10外冬来咱的这个变化咱嘛讲到虽然起5.21%，但是咱讲到一般的劳工其实都看到这真正是看有接无啦继续咱请教伊娃啦有一寡这个咱讲虽然咱要照顾的是这个上加薪资的人，但是伫咧一般阶级的人有人就想讲哇，我是毋是会对着遮？因为我看到这个数字咧起，我物价嘛会起但是我薪水我做10外冬薪水拢袂起，这是啥物现象啊？其实公司的调查若是有起薪水这件代志，甲产业较有关系啦。平均来讲，啥物款的产业是上可怜的？咱讲上可怜，拢薪水拢无咧调整的，都是迄种饱和零售的OK。这薪水的平均是调整差不多4年3个月拢未加薪水的，这是上可怜的。搁再来就是种民生服务业的，也是真久哦，平均是3年8个月再来调整薪水。毋过你看去，比如像金融业因为调整薪水上底2年我都会来调整。所以讲，甲这个产业是较大的关系啦。譬如讲科技啊、医疗啊、金融啊，这3个产业伫咧阮进前的调查当中，拢是拢伫咧这疫情中间无去互影响的嘛，是无减薪水。颠倒是讲，搁伫咧征才，搁伫咧找人安尼。伫咧这个产业内底咧，你就会薪水加薪水的可能会较悬啦。毋过有一寡特别的行业，头拄仔讲到一寡民生服务啦，甲有饱和业啊，要调薪水就较困难。是，咱讲敢若有一度会当跳槽安尼尔嘛？若是真正要薪水要调整，敢若跳去别个产业，还是讲跳去别间公司，才有法度增加吗？进前有调查过，讲有啥物袂当加薪水一个原因是因为一个公司无这个制度，无调薪水的制度。那一般来讲咧是大企业较会有这种调薪水的制度嘛，或者是讲外商企业一般来讲是一年会当调整3%左右，3%是上加。若是讲你表现袂歹，可能会到5%。毋过一般来讲，台湾有9成以上拢是这种中型的，或者是讲小型的企业，都无较完整，或者是讲较明确的这种调薪的制度，这嘛是一个原因啦。另外就是讲，因为无趁钱嘛，对无？尤其是这2年这个民生服务业嘛是冲击真大。有一寡产业是根本都无趁钱，那无趁钱都无法度互员工加薪水嘛是一个可能啦。这都是为虾米讲这个员工无法度来加薪水？是，这咱讲到这是一般的劳工咱嘛讲到一般劳工，其实看到讲大家咧起5.21%嘛，想讲我的这个薪水到底会当起无咱讲这是咱要保障到上基本的这个做工仔人也好啦，是讲领月级的、领算点钟的这个部分但是安尼的这个相甲落差相信一般的劳工嘛看伫眼内啦。要安怎解决这款的这问题？咱先请教蔡教授。这个问题拄则李教授讲过了，讲基本工资咧调咱主要是要照顾这一般上基层的这劳工。是。你讲一般的这个咧上班的人，伊若看到讲你基本工资安尼调，比如讲我若领3万块的人，我看到领2万4的人，咧调工资我心内会拗拗袂，当然会拗拗。但是你领3万的人，你有可能你做的这个部分可能是较一般的行政事务，所以你要甲调薪水的空间是有限。OK。
所以讲，我无可能讲看到基本工资安尼调，我就有哪甲你3万调。但是基本工资咧调，大家拢一直咧讲，基本工资拢只是照顾着一般的劳上基层的劳工，其实无一定吼。咱想一个情景啦吼，就是讲，你若伫几年前，你的薪水有可能打2万5尔。OK。伫即几冬来，特别是蔡英文总统即几冬来，即个咱领月仔的即个月薪吼，一直咧不断的增加。是。头家本来互你2万5就感觉有够啊，即摆伊互你感觉2万5吼，家己煞心内袂得过。哦。我话你加1000块啊，好啊，2万6。啊，刷来明年若调到25250。你嘛爱对咧调啦吼。我可能爱甲调讲啊，我嘛无啥好过，无我甲你调26500好啊。是。所以就是讲加减伊会对着讲本来领的薪水较低，较接近基本工资的遮个人，伊嘛受到一寡好处啦。哦，就是讲加薪水拄则总监有讲到，就是讲一般的即个中小企业，伊可能即个调薪较无制度，啊，你若较无制度，变成政府定出来即个基本工资，互你一个参考的标准。啊，我看到基本工资人拢咧调啊，所以我嘛爱小讲爱对咧调。啊，你若讲领到3万啊3万5的人，遮个人伊就离基本工资较远啊。是。所以遮个人你可能爱靠家己拍拼，还是讲你若感觉薪水无悬，你感觉你的能力受到即个无受到肯定，你就用跳不同无共即个公司的方式来换工课。啊，你若换袂过。这嘛是无法度。OK， 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基本工资咧调吼，其实也是有小可影响吼。咱头这个教授嘛讲到，咱讲到上接近，咱讲上低工资的这个，咱讲受薪的这个阶级的人吼，咱来看到讲吼，蔡政府吼连立起吼，自2016年吼，咱看到伊上任了后，爱看过2年吼，咱调到吼21009块啦吼，比较过去安尼是加1001块啦吼。啊，咱来看到讲吼，即阵是上大的这个幅度吼，2022年的时阵，咱头拄嘛讲到25250块吼，咱是调整到1250块啦吼。啊，过去咱安尼调吼，其实拢较接近。咱有看到讲伊上任了后，即个调起来，你较早也是领2200的头拄啊。咱教授所讲的这个情形吼，较接近这个薪水。你看咱的基本工资咧调，啊，你这个头家看到讲哦，你已经接近啊，敢袂互你调升？有诶，较好的头家是有啦，啊，有诶不爱甲你调也是有啦吼。啊，咱讲一般伫咧乌市诶，这个市场，若是讲算月啊，算这个点钟诶，也是有，咱讲无咧伫统计之内啦吼。但是看到这个薪水的标准，其实做这个劳工的人，伊家己嘛去想讲，我安怎引出较好的这个头路啦吼。继续，我请教这个教授。咱讲到蔡政府安尼调啦吼，其实咱头拄有讲到物价真正袂影响嘛？咱等下看到讲王品嘛要起这个咱讲的这个有15间的这个机械的这个企业吼，还是讲餐厅嘛要对咧起啊吼，敢真正袂影响？因为咱看到这个趋势，化起就起的现象嘛是有呢。是，即摆有咧讲开始要起的吼一寡行业吼公司，其实你看因的讲法吼。到目前为止，我无听到讲是因为这个基本工资要起，所以伊要调悬伊的物价。因咧讲的拢啥？第一，因为国外进口的一寡原料吼有咧起啊。啊，第二就讲啥？咱一寡迄个基本的用具，譬如讲因咧纸箱啊。一寡餐饮业上伊嘛用纸箱啊，纸箱啊，为去年就开始咧起。就讲原料咧起。吼，也是讲运费咧起，也是遮一寡基本的即个要用的物件咧起，这是因咧，尤其餐饮业因咧起的主要原因。啊，但是咱即摆看到有真侪行业伊无讲伊要起呢。是。好，你讲旅行业伊要起？伊就是欠人客，伊唔敢起。是啊，啊，伊即摆就是咧打折扣战啊。OK。啊，折扣优惠啊，对吼。就讲这每一个行业无共款。OK。啊，我头拄讲的一寡国内外研究，也是为整体来讲吼。啊，我头嘛讲，你调悬基本工资对就业影响失业率的影响，其实是差不多无啦。这是过去10-20年的研究，大多数拢安尼。啊，对物价的影响有无？有，但是真少。真少吼。啊，是啥讲真少？就讲无共款的行业，无共啊。有的行业有影响，有的行业无啥影响。啊，平均起来，迄影响整体来讲就真少。是，这是这个意思。啊，我甲补充一下，是，甲我讲这个哦，考到迄个蔡教授啊啥，因为讲啊，这个你这个调悬基本工资吼，对迄个比如讲3万块吼，比基本工资较悬的有影响无？这有一
有一个民俗啦，吼，伊是讲这有这个涟漪效应。OK。譬如讲你等一个石头啊，吼，等咧迄个湖水内面，吼，等落迄个点吼，就是基本工资24000个人会落工。啊，伊等落迄个石头等落也往外扩散，意思啥？往外扩散就讲你越外围，伊薪水愈悬。啊，所以你个石头等落吼，越外围，伊迄个涟漪吼，就愈来影响愈来愈细。是。意思是讲，你调悬基本工资。好处上大就是原来就是基本工资附近的迄个劳工，24000吼，比24000多好24000，还是比24000加一点嘛？是，你甲调悬，伊影响伊好处上大。是，啊，过来就看25000、26000，啊，影响愈来愈细。好，这涟漪效应。是，吼。啊，第二我要补充哦，这一般民众无讲，唔知就讲，我每一年拢会去追踪。是，咱每一年若宣布，譬如讲。顶个摆咱宣布讲要调悬基本工资，明年开始，明年1月1日开始调悬的时阵吼，我得去看主计总处吼，伊过超半年伊有公布调查，是，我看讲啊，比迄个同一年的迄个基本工资的薪水更较悬的更加低劳工人数有增加无？我甲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报告，是，我每一年看吼，你若调悬，你基本工资调愈悬吼，迄个比基本工资的薪水更加低，劳工人数就加愈侪。哦，是哦。我拢有数字哦。咱迄个2017年吼，是，你遮拢有嘛？2017年是21009。是，在那1月1号生效以后，过超过4、5个月，主计总处的调查告诉我，那个比迄21000块的薪水，个基本工资个加薪水的劳工人数变39万人，变较济。啊，前一年只有多少人呢？只有32万人。OK， 是安那呢？啊，真简单啊，主持人就是你调悬啊，你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我有的头家，我本价是互你迄个20008块，啊，你一下子给我调1000块，我无愿意。我无法度动啊吼。我无愿意。我无愿意啊！我讲我就赌一把嘛。看劳工局的劳检员甲我查着。哇！所以真正就是安尼，你顶面有一寡政策，我下底佫有法度应用啦。这拢有数字的。是。就每一年咱基本工资调悬，而且你调愈悬，迄个同一年的迄个低于基本工资的劳工人数的加愈侪。是。表示。无照这新的基本工资这水准去调悬劳工薪水的迄个头家愈加，违法的状况愈严重。是啊，所以这当然讲来讲去，要解决就讲，咱的迄个劳检员爱增加嘛。OK， 这我补充的就是安尼。劳检员爱增加吼，但是咱讲吼，劳检员若是要增加。政府家吼，咱讲本地这个劳检的这个制度都无遐尔落实啦吼，啊，伫咧增加这个部分，真正爱好好来去看有这个法的头顶会当来去这个人对症下药无啦吼。啊，咱即阵嘛要带大家来看讲吼，因为真济款的这个影响吼，有疫情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咱头拄嘛有讲到吼，即阵劳动部嘛讲到有的这个工资要起，啊，真正这个头家吼负担袂起吼。另外咱嘛看到讲物价嘛要化起的这个部分，先做来看。而在劳动部甲过来部会到立法院维权委员会，针对疫情期间劳工纾困等措施进行专项报告。立委蒋万安关心4个月无工作的8大行业的人员，因为无劳保资格，无法度领3万块的补贴款。我们回去赶快来处理。好，你们重新研议，尽量放宽，否则你的美意要给予这样3万块的纾困，事实上根本没有多少人，他们的从业人可以领到，真的是看得到吃不到。另外，针对基本工资明年元旦开始确定调升，对劳工是正面消息，但有可能会增加头家负担。部长柯明春嘛表示，10月底会提出相关补贴方案，扩大到类似服务业等艰难的产业。住宿、餐饮、旅行社这部分可能是受影响比较大哈，那就可能看是薪资或者其他方面怎么来做一些补贴方案哈。立委嘛烦恼基本工资调升是毋是会造成头家无愿意请搁较侪人，颠倒造成劳工不利。部长柯明春引用今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大卫卡德研究回应，并无影响。记者们夏基文台北报道。
咱头拄看是这个劳动部这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经济部啦吼，王美花这个部长伊嘛讲着吼，咱看到讲物价吼化起就起啦吼，虽然有这个咱讲真正头家辛劳这个部分吼，头家负担较济啦吼，所以即阵嘛要透过这个补贴的这个方式，咱嘛先做来看。最近物价是起价，王品集团12宣布，为10月25开始，下底15个牌子的价格会起5%。针对这点，王美花讲，在这波疫情的影响之下，做起来确实是真辛苦。我们的餐饮业哈，那确实前一阵子比较辛苦了哈，那也受到这个相关的疫情的影响，那国际大宗物料的这个波动等等，那当然还有。未来的这个工资啦，经济部也会针对这个部分来提出相关的配套。王美花强调讲，顶礼拜工资审议委员会时阵，有讲会听业者的意见，最近会赶紧收集资料，按照伫月底会提出相关配套的措施，针对这届受到疫情冲击较大的产业，会有补贴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是，虽然咱头拄啊，这个教授讲着吼，这个物价这个部分吼，甲咱讲吼起基本工资无影响，但是咱台湾就是安尼，看一个起化起啊吼，其他的这个产业嘛要对得起。虽然咱头拄嘛讲旅行业即阵咧下价少吼，但是也是有真侪产业咧，咱讲吼真正化起就起吼，已经咧准备好要起恁吼真侪这个消费者吼要赔啊吼，咱继续请教温柔。伫阮人力银行接触到的即寡企业无，拢讲吼，尤其是做这真济嘛吼，做这真济拢讲真正伫咧疫情的关系，已经是生意拢已经真歹啊嘛，即马搁要起薪水，嘛有足侪人嘛看讲，王品即马嘛要起价啊，因是毋是嘛会当起价？我嘛是有想到即寡企业都有讲反映讲，未来嘛是有可能会当调整即个商品的价销啦，无因感觉讲实在是负担伤重啊！啊，毋过到底是毋是真正有影响咧？咱是毋知影。啊，毋过有可能就是看别人起，我嘛做伙起，有可能真正会有未来即个情形。是啦吼，但是要安尼即个情形吼，其实咱讲到吼，即个起5块10块啦吼，啊头拄仔咱嘛讲到 CPI 也好啊，是讲即个 GDP 啦吼，即个部分啊是讲 PPI 即个部分，咱搁继续请教即个蔡教授啦吼，咱看到化起就起即种现象，啊有人就讲，因为你是起工资啦吼，即个论述咱也是搁爱甲即个观众朋友说明。但是有诶，咱讲头家啦吼，真正听袂入去，伊就是看人起就对咧起啊，你安怎看咧？那看人起就对咧起吼，这第一点就是讲看你诶物件是毋是有竞争力啦。OK。你若头壳咧看人咧起，你有哪对人咧起，有当时啊，你会无生理，别人生理做对咧做。是。王品汉来最近拢讲要起嘛，啊，因要起，因当然伊是连锁诶店，因有一寡力量会当互介绍摇起来，但是你若一般的小店家，你做的物件，比如讲我咧卖水饺，我的水饺参人也差不多，也无特别好食。啊，你看人一粒水饺要卖8块，你也要对人卖8块，你就家己包等于家己食啊。是。所以讲，毋是讲大家要起介绍拢有能力啦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拢会讲要起工资。参起物价连做伙，是安尼想，毋是毋对。但是我嘛想要甲咱观众朋友分享一个我的想法，就是讲，袂当逐件吼看到起工资就惊起物价啦。因为咱为着要享受较少的即个价销，啊，咱会当啉是讲啊，咱起工资啊，即马别人袂当起物价，迄是讲袂过。因为咱会去想看卖讲，即个咱。英文咧讲the price of the low price， 就是讲你去享受即个价销的代价是啥货 ？OK。比如讲你过去大家拢会感觉讲中国的米仔足俗的，但是你享受中国米仔的代价是啥货？就是伊去污染即个环境。伊去污染环境了后，伊有对着咱全球的即个环境有造成真大的伤害无？我看大家会当看到讲最近真侪气候的即个变化，咱台湾风台拢无入来。这有足侪因素，但是我感觉环境整个改变绝对是有足大影响的。所以讲，伊若只要物价会小可起一个，这是健康的现象。但是我若讲基本工资当起一个5%，啊，你的物价起超过这个5%，就代表这个厂商可能有调工，甲这个物价起了伤济，这政府会当落去调查。OK， 因为伊透过因为伊伫市场的力量，调工去控制这个价销。
这安尼是袂使。亲像王品，若是规个15个企业吼落去做伙调，安尼。但是要做伙调，因若是想讲规个国际原物料拢是起5%，我对咧起5%，这你嘛袂当讲因是联合起来做伙调。我要讲的是讲啊，工资就单起5%尔，你讲啊，因为工资起价，我要对咧起价，安尼就毋对。过去咱有真侪咖啡厅吼，看到咱的生意起价，啊伊的咖啡嘛对咧起价，啊有一个较特殊的，就是讲伊咧。卖即个乌咖啡，伊也对咧起价，啊乌咖啡也无用着生意，你也对人咧起价，吼啊这互听起来就感觉讲有较奇怪，你安尼调工资是，你安尼调物价是较毋对，嘿，所以我会感觉讲工资起啊物价会当起，这拢是健康的现象啦，啊因为物价若会当起，这个小店家伊嘛是会当享受到较好的利润嘛，啊伊较好的利润，伊若家己无爱，互家己的店变哦较舒适的。会当吸引较侪顾客甲入去消费，这是伊家己的选择。伊总有一天伊会去用淘汰。是。啊，你若一直讲叫伊毋通起价，大家都毋是政府讲，你若讲中油即马油起啊，系中油袂当起价，迄是因为拄啊中油咧。OK。无其他一般的民间的厂商早就倒啊。所以我会感觉讲，你若规个成本咧起，啊，落工的成本也咧起，啊。咱咧卖物件，即个介绍对咧起，我们这拢是真健康的现象。OK， 就是卖惊物价会起啦吼，这是一个带动咱经济循环的一个必要性的这个做法啦吼。另外，咱过来请教这个教授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基本工资起啊，有人讲吼啊，亲像你头拄仔讲的，你咧增加啊，但是我这个头家遮我都法度运用吼。乌数抑阁真济啦吼，啊，但是咱看到讲，这个投保者吼，有的这个头家。咱看到这是较好的这个数字，2021年的这个时阵是甲你纳安尼啦吼，2033块啦吼。啊，咱讲吼，这劳工保险的这个部分拢是增加101块。啊，但是我有诶吼，既无甲你纳这个劳工保险的，啊嘛是要吼闪过你政府的这个基查等等吼。所以头拄仔你讲的迄个现象，我就是减保上加工资的这个下底啦吼。咱看这个现象，你头拄仔讲透过立法有法度改，啊，这个法是安怎来进行的？咱即摆讲即个，因为咱台湾即个劳保的即个保险的即个比率已经真悬啦。哦，咱台湾的头家含劳工吼，因为这劳保已经60-70档啊。OK。差不多大多数的头家含劳工拢知影讲，我互你请，你头家就是爱甲我保劳保啊。是。哦啊，但是所以其实这点吼，其实是问题较细，我感觉吼，就讲这已经真侪年拢安尼啊吼，就讲因你劳保无甲。啊，劳工保吼，迄头家我会歹势呢。吼，这第一点，第二点就讲，其实有真侪头家讲啊，你这起基本工资，其实本国的咱台湾家己的劳工吼，也无啥好处啊。是。好到遐一寡外国来移工啊。OK。吼，啊，其实这个讲法嘛真奇怪。谁那就讲移工，因为咱知影咱移工有2种嘛，一种是伫咧工厂、伫咧工地的吼，伊迄是。适用劳基法，所以你基本工资起的时阵，也对得起，但是咱有家事的，嘿，伫咧厝内面做帮佣吼，啊做照顾是大人的，因咧不适用劳基法呢。哦，所以你基本工资哪起，伊也无影响到，伊无受惠到，伊无讲，咱即摆家事移工拢是17000呢。OK， 所以。这哪有啥帮？那袂当混为一谈。你会当讲为工厂、为工地遐产业咧移工有帮衬，但是迄嘛是差不多30几万尔，啊，佫有20-30万，差不多30万左右，伫厝内面的移工，伊其实你调管根本伊无好处。好，这第一点啊，第二就讲真重要一寡迄个时薪呢，吼，我感觉今年的调整有一个真重要。OK， 一般观众朋友可能无了解。咱为2012年开始，咱吼基本工资迄个月薪吼，月薪吼做月啊，那准讲起10%吼，迄个时薪吼，这终点的迄个基本工资的时薪，就会起11%。哦，有当所以过去这10年来，是先决定基本工资的月薪。OK， 哦，伊若起1成的时阵，啊，迄个时薪吼。就加迄1%，等于加1成。是。啊，有当阵吼，有几啊年是毋是加1成的，比12%。OK。好，13%拢有，但今年是10年来头一届，无增加。无增加啦吼。因为咱迄个基本工资的迄个月薪是5.21，啊，迄个时薪5%。是。
伊就是无有加成计算。啊，我感觉这好处是，哎，咱含所谓先进国家拢共款。有好处哦。好处是安怎讲？因为简单，你时薪，你迄个时薪加一层的时阵吼，我用迄个时薪人数这迄个头家我安怎想？哦。啊，我现在你政府规定我用像迄个 part time 的时薪吼，爱加一成。是。我就要用某一个咱讲类别的。所以咱过去10年出现什么奇怪现象？我就不爱请你正式假月薪真时薪。是，我就互你算点钟的啦吼。我表面上合你，我请你这个时薪的劳工是讲，哎，咱表面上吼，咱算迄个月薪的哦。是。月薪没有加一层嘛。我实际上嘛是含你算终点的。是。那这种的袂少哦。好，所以这就要回归没有加一层，含先进国家共款。这是正确的，所以这对咱劳动市场是健康的。OK， 有影啦吼，咱讲到吼，基本工资无论你是算月还是算吼，这个点钟的吼，咱讲谁到底是这回上大这个 winner 啦吼，咱继续搁请教这个温柔啦吼，伊把你安怎看讲 winner 是谁呢？是政府也好，还是劳工，还是咱的头家？头家看起来真正是介输啦吼，因为你的搭的物件爱加较济，你感觉什么是 winner 咧？我感觉即个 winner 都是政府啦吼。第一是因为讲这会当做政绩嘛，对无？会当感觉互一寡较毋捌即个经济，还是讲无对关心国际新闻的民众会感觉讲哇，政府对咱真好咧吼，甲咱调薪水，甲咱加薪水安尼。一个是这方面的这种的感觉的问题啦。啊，二方面的就是讲哦，政府他都有讲到嘛吼，即个劳保啊，包含做健保啊，还有即个退休金等等的，会当增加因的收入嘛吼。就是讲会当讲，伊会当趁到即个好感，啊，佫会当趁到真正的收入。所以我感觉上大的 winner 都是政府，所以是政府头家甲企业实在是都较辛苦啊。企业较辛苦啦吼，但是咱讲到这个企业又为头仔这个教授所讲伊的因应之道啦吼，继续佫请教蔡教授啦吼，咱到底吼谁赢？劳工朋友赢着无？还是政府真正较赢面咧？我感觉伫这个部分吼，我是感觉政府无啥物赢面啦，因为你伫大家拢伫共即个国家内底，你小共爱纳税，对政府来讲，只是讲放伫倒手啊，放伫正手尔啦。OK， 吼啊，对劳工来讲，当然对劳工来讲是一种好处嘛。啊，对即个咱即个厂商来讲，伊的成本增加当然是无较好。但是咱常常咧讲就是讲，一般的劳工伊的生活若较好过。啊，伊的支出就较有法度增加。啊，第二点就是讲，你若会当照顾咱遮基层的劳工，那基层的劳工因的就业有受到保障，伊的薪水有受到保障，咱规个社会问题嘛会较少。啊，社会问题较少，社会较稳定，对厂商好无？大家观众是朋友想看嘛，当然嘛是一种好处。啊，到上重要就是讲，拄则咱讲到讲对即个李教授讲到即个外劳吼，我嘛爱甲强调一下，就是讲。其实伫这段时间以来吼，台湾有足侪厂商转来也好，还是讲伫台湾的订单增加也好，对着即个外籍的移工吼，其实需求真大。是，所以会当讲较白就是讲根本就无够用啦。无够用的时阵，我甲你起薪水，其实是咧帮助咱遮厂商，因为讲实在，你要叫厂商吼，家己去甲外劳起薪水，我想那袂，基本工资政府叫我付安尼就好啊。是，但是政府即摆讲叫你甲加起一寡，加踏一寡。其实会当吸引到外国甲较济的即个移工想要来台湾的，因会当来台湾。当然你会当讲啊，政府互阮的额度都固定的，政府互你的额度虽然是固定的，但是你来移工的即个品质绝对是会当较好。因为你的薪水条件比其他的吼。啊，相共就是讲啊，你若领遮个，就是讲领遮个点钟的，啊，有一寡学生啊，还有一寡迄个素质较好的即个劳工。伊感觉讲你一个月你若互我即个1万，你若1点钟互我即马即个薪水我无想要出来，但是你若小可甲薪水加一寡，我就感觉讲，即个薪水我感觉我会好呢，我会想要出来。所以会当讲，互劳动市场的竞争变了较济，会当互较济。较即个素质较愈好的即个员工，即个就业者，因会较想要出来即个食头路，所以这对着整个的社会也是好的。所以拄则总监讲着讲，政府上大伊是上大赢面的人吼，我感觉赢面是赢伫讲
会当改善着咱整个的就业的环境，啊，到改善着咱规个厂商会当用的这个劳工的品质。这对着厂商参劳工，当然是双赢的。一个新的这个循环啦吼，有影。另外，咱讲到吼，这个真正对着外籍移工的这个部分，咱头拄讲到，特别是这个工厂吼，咱讲产业移工这个部分吼，是会受到吼较好的这个影响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吼，一寡这个吼领点钟的这个部分吼，差不多嘛100万140万人吼嘛受到这个较好处的这部分。但是咱讲吼，对着头家来讲，伊的劳动成本增加啦吼，产品的这个竞争力会较降吼，因为你的这个成本可能就会踏伫这个部分内底啦吼。另外咧就业机会会恐惊会减少啦吼。对政府的影响是啥物？这个保费的收入的这个增加，是讲保险的债务的这个健全吼，经济衰退、失业率升悬吼，地区政府的这个支出增加，敢会安尼？教授，我第一段就讲过讲把这个基本工资用较悬吼，这个所谓边际劳工就会减少失业率上。这我搁强调一下，这是20年前的旧理论啊啦吼，旧理论、旧研究。过去20年的新的研究，我唔敢讲100%，但大多数的研究拢讲这对失业率影响真小，差不多无啥影响。吼，这第一点，所以我是感觉咱台湾的媒体也好，吼，一寡政府也是一寡，其实嘛爱调整这个观，就讲你今仔讲调关基本工资，即个吼基层劳工伊的失业率的上升，你的证据伫对 ？OK。无证据啊，拢主观的推论，拢主观推论啦吼，是。嘿，所以这第一点，第二点来讲，我强调来讲，其实你讲这政府的保费收入增加，保险财务健全，其实无一定。无一定哦。伊真简单啊，咱的劳保也好，健保也好，还是这个就业保险也好，伊法律拢有规定的，政府爱补贴的。OK。哦，是。劳保政府劳保旧保就业保险，政府拢爱补贴一成。一成啦吼。健保搁侪呢，所以你把这基本工资调悬，因为基本工资得最低一层的投保薪资，是，你要调悬，收入增加无唔对啊，但是政府的补贴嘛增加。OK， 所以伊准讲政府的保险基金的钱有增加嘛，无增加咱想的遐济。OK， 伊嘛爱补贴嘛爱增加。OK， 所以伊安尼算起来吼，算一半一半啦吼。咱讲到这个经济衰退，也是讲失业率升悬，这是20当前的这个旧理论啊啦吼。是，会当安尼讲。咱去年咧讨论基本工资吼，迄当阵就讲因为去年都疫情嘛，有一寡服务业真正是受冲击，是，所以去年就讲基本工资卖调较悬。结果事实的今年安怎？今年咱的 GDP 5.88%，比去年的3.69更悬得多。是，好，就讲咱台湾的经济已经去和5年前甚至10年前已经真无共。真无共。咱的各经济行业，尤其出口的产品的伊伫世界上的竞争力已经提悬得多啊。是，好，所以这是一个大环境真无共款的所在。大环境的这个变化吼嘛，致使咱台湾真正对着人的这个脚步啦吼。过去咱讲到2009年迄当阵吼，咱讲到迄当阵吼，真正是金融大海场啦。咱迄当阵有补助这个22K 这个部分，规个咱的这个工资拢总有落来吼。咱嘛看到讲，蔡政府这6当来吼，一直咧甲这个咱讲这个基本工资调悬，但是虽然逐当安尼调吼，话啦嘛是讲爱甲这个咱讲上低工资来立专法吼。咱嘛有一个报道，请做来看。最低工资专法保障。加票议，呼吁蔡政府赶紧把上低工资法草案送去立法院审议，建立更加透明、合理而且稳定调整上低工资的法源依据。适用的月薪人数大概是194万人，那时薪的部分呢是大概51万人。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占劳动人口大概1/5哦，是应该要把这个生活工资入法的一个概念，因为一旦最低工资的薪资没有办法去支付个人的生活时，那我们是要如何期待，就是所谓的劳动者，他可以增加消费力，他愿意成家，愿意生养小孩。最低工资法，它可以更制度化的去调整，而且可以更透明的去调整我们的最低工资不是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虽然我们过去6年是连6涨，但是曾经也有连7不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回头看过去咱国企基本工资的情形，1997年到2007年连续10年无起，蔡政府执政6年来连续6年拢有起。
去基本工资的情形也是无稳定。因若目前的基本工资审议办法是敢若属于法规命令，民间团体甲民进党立委希望会当提升法院的层级，确保基本工资的成长会当对得物价成长。依照最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它更能够提升国民的消费力，刺激内需市场，那带动整体经济和薪资的成长。明年5·1劳动节就应该要完成3读。学分表示，包括附近的日本甲韩国，全世界差不多有100个国家早就已经立法保障上佳工资。希望行政院甲劳动部会当赶紧甲草案送去立法院审议，完成3读通过。明年5·1劳动节进前送予劳工一份大礼。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头拄讲到蔡政府是连6档起这个上佳工资但是过去咱讲到有一段时间有7档拢无起过这个记录啦头拄咱讲立法委员范文伊嘛有讲到明年5月7日要送咱讲所有劳工一个大礼物咱讲基本工资上佳这部分立算法，到时候安尼咱讲这个目标有法度真正好法落实无？有法度好啊，无是无？这得爱看立委因家己，要送礼无？要安怎好好审查无？这是应该是得当去做的。但是讲基本工资这个调法然后调整的方式，当然你若有一寡固定的一寡参考的标准，包含着咱拄则讲到讲咱经济成长率也好，还是讲咱这个物价的这个咧上涨的这个比率也好，这一寡重要的比率甲放入去，这是足重要的啦。OK。但是咱嘛爱注意着，就是讲。随着咱这个经济的发展咱有一寡厂商，甚至有足侪厂商，其实因的资本的投资是愈来愈重。OK。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讲，换一个面向来讲，就是讲，其实因用劳工的比率嘛愈来愈少啦。所以你遮要安怎去定这个比率，还是讲要甲用一条固定的方式来调这个基本工资，其实这爱有足深的调查参讨论的啦。到一点就是讲，我要补充就是拄则李教授嘛讲就是讲，真侪人咧讲，咱若调基本工资了，咱的失业率会增加，咱的这个经济会倒退率。20当前的这个理论头拄教授讲。咱看到这几档来，失业率在降咱基本工资安尼一直调，咱的经济成长率表现了比较早咱开会着就会提出来比较，比如新加坡、香港、韩国，这是咱较早定定咧比的，即摆咱无人咧比。失业率咱嘛无讲增加偌济啊。虽然讲伫疫情之下有一寡冲击，当然你这个疫情是全球性的，所以你无法度避免的嘛。你袂当甲疫情的影响这个1、2个月影响、3个月影响，怎啊拖来参这个未来一档要调工资，怎啊甲揽做伙？所以这是安尼的想法是无啥对的啦。另外一点就是讲，咱这个基本工资其实咱要保障的嘛是咱一般上基层的劳工啦失业率这个基层的劳工，大家爱知影就是讲，真侪基层的劳工咧做的代志，是真侪人无想要去做的代志。OK。所以唔知大家是安怎想的讲，我去调关这个基层的劳工的薪水，因就无想要做。因为你本来就找无人做啊。是。所以不管是外劳也好，还是咱台湾家己当地劳工也好，还是讲咱即马看到真侪咧帮咱做外送的这个外送员也好。其实这个外送的平台有真侪，就是讲对着这个外送员，其实毋是讲真善意。所以政府若会当伫这个部分，互这个劳工有一寡保障。像咱我会去做外送员，可能有足侪原因，我想要加领一份薪水也好，还是讲我时间有较济，我想要来加互家己加一寡收入也好。其实因咧做的代志。像咱外送员即摆大家才想要做，因为疫情之下我无想要出去嘛，所以我就拜托你去甲我买物件送来阮兜啊。你家己无想要做的代志啊，即摆我薪水甲你诱较悬的，或者外送员上无伊送了较快乐的嘛。因为你送的过程时间，甲讲像即几工仔新闻嘛有报道讲。会去甲你偷啉饮料啊，这个无好的代志。是啦，所以咱讲到基本工资咧起真正是互因基本的这个保障咱过来请教这个李教授立法的这个部分5月7日真正若是迄当阵3读会当立法，但是咱讲这内底拍拼要偌济咧？我想这已经就我了解啦。咱逐工咧发呢劳动部已经差不多1年外前就甲这个上佳工资法的草案送行政院啊，行政院就一直咧审查。OK。
啊，立法委员吼，个别立法委员嘛有提案，啊，但是即样就是爱等行政院甲伊审查的即个上加工资法的即个草案送去立法院嘛，是，所以即个重点的问题是伫遮啦。啊，你又讲啊，有人讲吼，嘛有学者讲啊，你即摆都已经有一个基本工资的审议办法啦，啊，是安怎搁来立一个最低工资法？我讲吼，第一这基本工资的审议办法，伊毋是一个法律啦，伊是一个办法，啊办法，伊的迄个法律位阶吼无悬啦，是，所以伊的迄个法律的强制效力吼无悬。第二就讲，伊这个办法内面吼，我来报告就讲，伊基本上内面吼有真侪规定拢是安怎讲，就讲无具体。无具体哦。譬如讲上要紧的，你用什么款的指标去调整基本工资？无像咱咧用这个 GDP、CPI 呢？伊有一个条文讲吼，办法内面有一个条文讲啊，下骹这七项指标吼，拢会当参考。OK。参考是什么意思？参考尔。会使参考，嘛会使无爱参考。OK。所以问题出真济。是。啊，所以老实讲，我的研究啊，我有写过论文，研究世界各国的最低工资法的制度。老实讲吼，像咱台湾安尼的国家吼，无法律的国家是真少啦。日本、韩国都有啊。韩国早就有啊。是啊。因2005年就有啊。好啊，我个报告，请观众朋友莫惊着哦。全世界甲咱台湾一个国家，吼叫基本工资。OK。全世界拢有这个最低工资啊。哦。啊，咱现在做的这个基本工资，因为其实国民政府伫1932年伫南京的时阵，伊就有一个立法，迄当阵立法院就通过一个最低工资法。是。啊，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湾，这个法嘛来台湾。但是呢，因为企业界严重反弹，伊讲迄当阵经济阻碍，袂使实施，所以最低工资法1940年来台湾，一直到1984年劳基法定了有基本工资以后，最低工资法的废掉啊，所以最低工资法在台湾一直存在几十年，可是它从来没有实施。OK。1968年变成基本工资办法。啊，所以这基本工资是系列对咱台湾家己创造的，全世界听无的。是。啊，伊的目的就是无要实施最低工资法。因为企业反弹。OK。是啦，那所以咱看到讲吼，特别若要起，也是讲有要立法的这部分，企业一定是化大性的啦吼。啊，就是你无最低工资法，这基本工资审议办法，第一，伊的位阶不高，法律效力不强。第二，伊的指标就是参考啊。OK， 所以若是通过呢，嘛是真正参考，嘛会当无爱参考的意思。劳动部的最低工资法草案上行政伊就讲指标有2类。OK。一类是必须参考指标。好，另外一种是得参考指标。OK。所以伊必须参考指标的强制力较强。是。安尼当然很在7项拢是参考指标无共款啊。所以每一届咧讨论，就我了解，基本工资审议会咧讨论，20几个委员，伊讲要用倒一个指标为重点，每一个看法拢无共。OK， 每一个人的看法都无共哈。你都无共识，有共识很难呐。啊，所以上尾也拢劳动部张出来讲嘛。安尼，因为你无法律。无法律的哈，所以咱一个法治国家没有法律这项话吗？是，问题就在这。不一样有的知名学者到现在还在反对这些工资法，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法治观念。OK， 所以咱讲吼，这嘛是必须要有一个共识吼，甲这个社会沟通甲对话啦吼。上尾咱要来带大家看讲，咱头拄讲着吼，这是咱讲基本工资的这部分。头拄教授嘛讲着吼，敢若咱全世界，敢若咱台湾吼用这基本工资，无要实施着这上加这个工资啦吼。啊，当然咱头拄吼一开始的时阵嘛讲着一个较趣味的这个统计啦吼。咱讲着台湾各县市这10年来的这个变化啦吼，咱看到讲，像咱这新竹县市吼，即阵这个月级啊吼，4.2万，比咱讲吼台北市吼差不多即阵4万吼，咱讲已经超过，咱上尾来请教温柔吼，伊话你安怎看讲这个变化，尤其咱看苗栗县哦，哇！竟然增加到3.6万吼，伊的这个增加的这个幅度嘛是真悬，你安怎看？
上主要就是因为产业的关系啦。咱拢知影，即马台湾的科技业是做得真好，尤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台湾控制了真好，真侪伫咧国外的单拢转来咱台湾。我嘛因为安尼真侪大的企业，亲像是联发科，我都跟阮公司来合作竞赛哦，因竞赛的数量真侪哦，拢是差不多1000个、2000个，而且的薪水嘛是真悬哦。我讲硕士毕业哦，上少就是200万。吼，毕业了后就是有200万，嘛因为安尼，伫咧新竹工课科技业的人就愈来愈侪嘛，啊，因的薪水就本来就是较悬啦，吼，拢是200万嘛，吼，所以咧就因为安尼平均会提悬，啊嘛有一寡厂讲等于是设伫咧苗栗啦，吼，苗栗，因为咱讲德南遮嘛是一个科航园区的这个吼所在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哇，遮尔济科技业。会当领着遮尔好的这个薪水，当然，然后一般咧领上低工资、基本工资的人看到吼目睭红啦吼。但是咱讲到吼，规个这个基本工资咧调整，真正爱好好来去运用吼。每年这个法，咱讲上基本的吼，你对劳工也是讲咱全球拢已经开始咧安怎做，咱台湾这个起步已经慢起啊吼，绝对袂当比人搁较慢吼。咱嘛讲到吼，这个物价这个部分，真正无安尼这个小牵连吼。今日非常感谢咱3位来宾，嘛要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再会，感谢，多谢。